那恁家拉夫是提出调控，做出一个错，比用民安全爱做出一种个有人文设计感的眼目灯呢。我现在的构想是我把这边挖出一个蚁巢出来，然后呢，这边会再装上一个椅背。那么那个椅背的造型有它的一个流线，还有一个乘坐的舒适性。最要紧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这个地方要挖的让人坐起来舒服，所以这个是一面挖一面自己试坐的过程。而每一种传统西板的树灯呢，係用手工天天的搓出線條，克服人體工學嘅燈呢，而係下一個為用面用美學涵養表達眼目魅力的手作家私。6年前，為用面用佢嘅本單歸屬嘅非法教學工作，因為清好塑料嘅，就開始落實上述嘅木工創作良德。無人交易，而可能自家見名見好，做出嚟同商業市場完全冇相同嘅家私作品。這對我來說，它算是一個優勢，它讓我少了工藝性的包袱，但是它讓我有一個很自由寬闊的空間，可以讓我隨心所欲的去犯錯。從犯錯裡面，我逐漸的去摸索出我自己對於家具的偏好，我的家具應該走的方向，我想借由這個家具表現出來的內涵是什麼。那麼這個都是從一件又一件的家具裡面去揣摩出來的。而唔是做個木匠，為用面的手工家私加添了一份強烈的原創性風格，而改變了傳統知識的家私製作原則，用創意把手工家私變作韓國器皿。這個東西，也是做地板剩下的料，我把它裁切下來，然後拼成這樣。我故意讓底下都是參差的，但是桌面上面是平的，而底下是一個參差狀態。這完全違背家具的製作的原則。但我認為，如果家具以不同的心態去思考的話，它會呈現另一番的新的風貌，它會為這個家具，對這個茶几本身帶來一個新的趣味性。那論泰式材質紋路完全冇共用嘅塑料味，比用面體濃濕度問論各式各樣嘅排列組合，平板插座嘅桌面按用嘅呈現塑料味拼出來嘅器皿，也係比用面前後教嘅粗箱螺絲美學創作。一般的茶几大概都一個塊面完成，那我想要去用這個茶几來表現一種木塊拼接的趣味性。用不同的材質、不同的肌理面，然後不同的方向性去拼出一個很有趣味的茶几桌面。然後它有點像是拼布，但是我是用木頭在拼。那這是我個人非常偏好的一種家具製作的一個趣味。而無愛嘅塑料味，體為用面嘅手工，有嘅無共用嘅建議，而加入創意構思，本無愛嘅塑料味有新生命，完全發揮嘅行業群強嘅精神。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客家人，說它小氣也對，說它習武也對，但我認為這些木材，當它可以被做成一個好看又耐用的家具的時候，就不要那麼輕易的糟蹋。比用面貼貼中意求塑料味創傷嘅感覺，延伸一條求塑料味本身有豐富嘅故事性，韓國做的大本機創作嘅靈感。這一張桌子啊，特別的地方在於這塊桌板，
这一块桌板在10几年前，它还是一个猪肉摊上面剁肉用的一个砧板。我觉得这样子设计出来之后，它呈现了一个全新的风貌。它不再是一个有暴力之气的一个砧板，相对的，它呈现出是一种有书生气质的一个原木茶桌。那我觉得这个桌子，处理的算是把它的魅力都给表现出来了。原本就有的东西完全是杀掉。吞感情并到作品度，用体温柔的方式吞研木的浆呈现出来。美容面希望家私做得为使用者带来强嘅感动，还有欢喜轻松的心情，让拥有它的人在使用它，或者只是说不经意的在家里面看到它的时候，心里面都跟这个家具起了一个共鸣，而让心里面舒缓欢喜起来。在制作它的同时，我的好心情，我对木头的热情，还有我对这个家具的感情，都可以一并的放到这个家具里面，完整的呈现给喜欢它的朋友们。屯书库的对话保留其本单特有的特性，美容面唔单止呈现颜值严密的舒畅感，还用自家的美感分野到家私生命力，搞出塑造家私的一片天。